家好，我是 Lisa， 今天就让我们聊聊在美国办电话吧。娃娃 TV。电话呢，可以说是现代人必备的东西之一。刚到美国的人呢，一定会很想要赶快办一个当地电话，方便联络或者是办理各项事务。但在美国怎么办电话，又该选哪个电信公司及哪个方案呢？就让 Lisa 来告诉你吧。首先呢，美国大部分的电信公司呢，都有几个不同的手机方案可以选择。第一种呢是预付卡，就是没有合约，但要先付钱才可以使用。一般预付卡的价格呢，都会比绑约的方案来得贵一点。这种呢，推荐给短期旅游的朋友们使用。那第二种呢，当然就是跟电信业者绑约，每个月寄账单给你的方案啦。这种方案呢，一般都会比较便宜，但需要绑约，一般都是2年。如果要提前解约呢，要付违约金。那要申请这种方案呢，一般都是需要提供社会安全码的。如果你没有社会安全码的话呢，会被额外收取一笔押金哦。那这种绑约的套餐呢，又分为2种，一种呢是个人套餐。顾名思义呢，就是你自己单独使用你套餐内的所有服务，而另一种呢是家庭套餐，也就是几个人一起使用套餐内的所有服务。例如你的方案内呢，一个月呢有1000分钟的电话，100封简讯的额度，而你们有5个人，那就是你们这5个人呢共用这些额度。那选择这个家庭套餐的呢，需要选一个人出来当家长来跟电信公司签约，还有负责那些账单啊跟付钱这些事情。一般很多大学生呢都会找几个人一起来办一个家庭套餐，这样会比较便宜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家庭套餐里面的人数太少的话呢，例如2到3个人，这样并不会比个人套餐便宜多少，一般都要5个人以上才会比较便宜。当然人数越多，管理起来相对也会比较麻烦，会引发很多问题，像是额度分配等问题。我觉得个人套餐呢，有点像是你自己租一个房子来住，所有的一切呢都是你自己使用、自己负责，这样当然会比较贵。而家庭套餐呢，就像是 share house 一样，多人一起分租，一起分担房租、水电等费用。当然分租也是有分租的问题啦，像是如果今天 A 房客他的房间冷气都不关，开整天的，账单费用暴增，你是不是会很生气？好，那说完方案了，我们来说说美国有哪些电信公司吧。美国最主要的电信公司呢，大概有4个。AT&T、T-Mobile、Verizon 跟 Sprint。我们家以前呢是用 AT&T 的，它的讯号算是蛮好的，网络流量如果没有用完的话呢，也可以留到下个月继续使用。不过它的简讯是要付费的，没有吃到饱。如果常用简讯的话呢，可以加买个无线简讯套餐。不过现代人都用 LINE 之类的东西，有网络就够了啦。那 AT&T 的缺点呢是它的网络呢没有吃到饱，所以如果是家庭套餐的话呢，很多人一起使用的话，很容易不小心超过流量的。那我们家现在用的是 T-Mobile， 它的讯号呢虽然没有像 AT&T 一样那么好，但是也是还可以啦。重点是它的费用比 AT&T 便宜不少。我们自从换了 T-Mobile 之后，省了不少电话费。而 T-Mobile 的简讯跟网络呢，都是吃到饱的，连在国外使用简讯跟网络都不用额外付费。不过在国外使用网络是有比较慢啦，它在国外只提供2G 的网速而已。但拿来打 LINE 跟 Google Maps 还是可以的啦，只是在外面不能看 YouTube 而已。Oh no！那当然，如果在国外拿 T-Mobile 打国际电话的话呢，还是要付高额的电话费哦。所以如果非必要的话呢，在国外最好不要拿来打国际电话，在国外打 LINE 就好了。那 Verizon 跟 Sprint 呢，我是没有用过啦。不过 Verizon 呢，算是美国最大的电信公司，电话讯号呢也是最好的，连网络的覆盖范围呢也是最广的，不管在哪里，基本上都可以收到讯号。不过价格相对来说呢，就比较贵啦。那 Sprint 的话呢，听说讯号也是还不错啦，也是有吃到饱的简讯跟网络流量，但就是比较少人群在用，听说它的客服好像也不是很好。那价格呢，也是比 Verizon 跟 AT&T 便宜一点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或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一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个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